来听众在听得疯人已有时候沈梦溪濒临死亡者，因为杀大里经过一场洪灾，沈梦溪身受刺激，个神经病的害灾。别个按个比方呢，不能太广，这个太高太结棍，后生的还神经病就是。但是你这个心力衰竭，已经导致死亡的边缘。幸亏的归瑞峰父女两家人放弃功，经营强军，努力从死人水中得口来。上人娘与王妈忠心耿耿，经过了精心的护理，嘿嘿，几个月下来，奉系身体全部康复，但是新的矛盾也产生了。风声有里不接受呢，这样的毛病还值得来给他做啥？那也吃药在。沈凤喜昨日富家可贵，跟人落日的落得起你，加上后里那挺身而出，到我里去。将来我得来我与英王公是一副，总归三个不外交日子。我屋里向一个多养奴，爷娘们还结果上一起了什么？根本来当我一台走起子吧。花起你两个的面孔生得一式一样的，所以今朝后里呢，拿缝隙从医院里向接出来，回到屋里向，拿里领到爷娘房间里。爸爸妈妈，这就是我跟你经常说的，给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沈凤喜，你们倒看看像不像啊？像啊！侯杰生一口，哎呦，但是这样的两个人。你们眼睛不对直播欧骨上的一式一样，身上那个行头也是一样，真的见到两人一道进来。假使说单独进来，我说的要认错的当时是个男的呀。哎，只是听说呀，不过今天是亲眼看见的，真像，呵呵，像啊像啊，太像了。哎，我说太太，你看看像不像啊？啊，不对哇。一看自家胡太太这面孔发到活络相，胡太太改星光，手上面衣中于怒吼，发开口治国小衣服，眼睛不看缝隙，目光对准上腹。比如嘿，这两个人面孔是讲相像，阿为的是难，他让外头插个来后，吼几声解决，很不懂得冤枉来吼。我一想洁身自爱，从来不走花路，一怕太太吃醋，难得加入不误，二怕生命狼藉，弄得体面人物，三怕碰上这种铺后，反过着的杨梅不动，来特不对，倒特耳朵。你也是，你都两个人哪是讲想想，谁对反来问我，一问到800人理我。就把一个姊妹让她半个丈夫，替我是个12月各种漂亮的港头，弄这个吃亏事体啊！搿么今朝哎呀，该子缝隙个面，我来一番假释，搿是显得唔多风度子。搿种嘛，现在当侪像克拉一样，有档次，都不得文学水样叫好的。沈小姐。请问沈小姐芳龄？我17岁了。哦，17岁。对了，她是比我们李娜小了3岁啊。李娜是20岁。太太，李娜17岁的时候，哦，李娜3岁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啊？于是这个门里面，为啥你提醒你那别忘记他？李娜3岁辰光，我让英国伦敦集结到，真正要出来，我是大洲那个不是这个偏好实在，也来眼睛了搞不对在，弄个文学儿进来在，好太太开头觉得有点奇怪，夏天男人第一次见面就去问问人家去我芳龄，这个是不大礼貌的，有种人犯忌的呀。现在觉得这男人是让加深的问个无谓。那么看来我面孔上露子赢了孩子，可是哎呀，显得三高八几的，眼睛
露出笑容不及自然的。沈小姐，那么给他们就是那个屋里子啊。李娜呢，因为是读洋农，从小是义气的嘞，孤单的嘞，那么没办法嘛，洋店买了洋店狗一代不想想，不晓得个满关中上不懂事体个呀，喊起来嘛，蛮喊个他那吊的嘞，喵喵。一个发呆嘛，介绍发中山皮去，呜，手也抓了龙个呀！哦哟，龙得来唔起想，李娜嘛水浪不里招噻，那么家老乡嘛，马子嘛老婆龙得来已经要哭了这个，所以嘛，已经唔把一个姊妹让你真正过在一起了羡慕。哎呀，可能现在女子这个妹子是很实在。哎呀，你别过到据说啊，给得你也上的经过刚开始。我跟你讲一下，你拿福建那个种药娘认得个药，这个药不是中药，这个药是啥是给的个药？哎，我说凤姐，你怎么不叫爸爸妈妈呀？这个叫啊！凤喜受了啦，面孔炸得凶，对神的一句闲话唔得。听后里那讲，一讲我就要了娘。那么还是自家不承认并不，搿为的啥不想不肯接应一啥嘛，有一种自卑感。我是晓得伢人，一个马场的姑娘，屋里向一贫如洗，挨到屋里向自家的好，自家的气派，而且有一定的文学修养，像我自家的人更佩服上。只不过是实在因为嘛，所以对人的不肯想。现在不老些家是刚必来，而且是出于真人，是告诉我再不接应说法，他也不尽神情。那么暗暗对比跟立起身来，最带两家的门前们深深一个鞠躬。爹娘就掉，哈哈！后来夫妻听说这个一上去还是真叫恶心了，这个父亲人当着新娘的礼户啊都开的呀。啥个道理？因为后里那实在养跑不够，哎，你大院子还有像咱屋里这样飞得来着，飞过去着，不琢磨定个。我告你接起人来，爸爸妈妈有人讲爸妈，有人讲爸弟妈咪，在我个养跑。那今朝顺风是大大滴滴的一句托我爹娘的北风味，实实在在的。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们又多了一个女儿了啊！哎呀呀，真正哪位人我都不要分通，一人人做着娘子。哎呀，哎呦，哪看娘非怕哪位人呀？你那来这当我刚个在，身多两高头面孔上的一色一样，整个像双胞胎呀，还是一种奇迹啊！是吧？那么还给啊，那有啥困难不经过他娘讲还在啊？那讲呢，从前出生嘛没口，分享就是说家庭的温暖啊。那么所以现在人光么不那个补偿呀啊！谢谢妈。哎，这个一来是老夫妻两高头的，真的蛮开心。说个道理，能人心不够，这样好哩嘛，配上我喜欢嘛。那么这还答应来，阿拉实在，所以要努力接近那么事情，才到爷娘讲下的。今朝老夫妻高高兴兴，为要准备团圆要饭，可是为要见面的了。现在这个叫不去见面的了，不是一张红包哦，啥个好你那该啥，你身上想还有啥，一样对待，不两样的。不晓得你都给他讲得蛮难嘛了。唯有给房间一想两个娘姨，哎呦，对得你落得来，这上头娘有往往就歪着人呀。有些人光三个白高，我对人家一点白个不来个呀！哎呀，李妈姐，还是李干脆人有个房间家。李妈是个负心人，那么负心的人，像我这个也是人点多，上头你们特别活络，特别聪明。你都当心啊，该句是磨皮啊！这上头娘说是讲会讲闲话讲，你棒子头呀！哎呀，谁是你师哥？现在领导一只房间里向，我不够大你讲一声，一只房间不能那个了，我一定也是推上来着。王妈姐姐，
不敢当不能，哪能叫我阿姐家？那么你快点比我头嘛，怎么叫你家家乖？哎呀，快点头嘛，不等于年纪头呀。你说房间么是不了你个？房间是我个噻。哎，不知你也诚心了，不诚心了。好两吃。那么，我到大你也蛮带得拢个呢。哎喂，我的才是伤心这个，哎，你是上德，你是一锅两香个。光了送菜，哎喂，走嘛。走呢。你可，诚心了，不好过，绝对好过。一个子单单呢要落回来。哎呀，我的么太白的呢，你的将军府是还要好多哎。哎呀，我的将军府嘛，唔去得里浪比个呀。哎，你这个小家么呀，真正好福气，你要报道这都好多哎。哎喂，我是对我的小家好讲，我开心挖头长个。那么都吃你个妈妈长头乖，不是高，俺们叫啥呢？李妈子，李根本叫男的小家温州人，当然家人人光嘛，湖南嘛是个男嘛，湖南嘛是我的小家个男嘛，其实南里个男嘛嘛是江浙日后，我里个男嘛是大兴的。那还大兴个啥？哇对呀，你男嘛没啥个话对啥哈？你其实不该吃个哪家。要么医院里向有服侍个人光不该吃个牛奶。哦，分吃过个。不是个呀，开始单讲我个香港了，所以定位讲我是个男嘛，对呀。哎，难道小家么好吃噻？我的小家是苦吃噻呀，那苦吃身上。给哪能有啥个资格用啥男嘛？就用得起这男嘛，不为是俺能苦在乎。哦，哎，小辰光，我的小家不知阿领导到房间里想去的哇。开个在，是个啦。哎，咁么男的少一些，两头里去到房里去讲讲的哇。哎喂，搿到房间里向有讲有说，咁么我当然没呀，两家头有讲有说。蛮好。我哋么一对老姐妹，搿到一对小姐妹。蛮好。是咯啊，就说两家头的确让房间里向讲得来，还是积融融，才是带点知心闲话。因为奉系呢势力大盛，想不到今朝为于是讲一日。后里那大里安排的妥妥帖帖。凤喜，何小姐，你怎么又叫我何小姐了呀？应该叫你小姐嘛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可不依你啊。还是叫我名字。应该叫你小姐，我不敢当了。你再这么说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丽娜，哎，你看嘛。我爸爸妈妈多么喜欢你！你看这个房间，给你准备的啊，这颜色，这家具，你看合适吗？是为我准备的。是啊，收了说法的。听你讲为我准备的，那么细细带带看看着。这只房间啥是为我准备的？这个人要眼疼，富丽堂皇。相对来讲，四面才是个相布哈，家具是做实个电灯、台灯，80英语形容嘛为空调了，你听你不上，两天懒不上。哎呀，说实干还发讲，那么样样侪提高。这上是上，长是长，平是平，棒是棒，我是我，俺是俺，喷是喷，香是香，平棒喷香，最深无疑。那么的反而不对。那有些家曾经当我讲过，你两家头家是儿女媳妇，我总想这点名已经是写得来的，势力大盛。我让希望的必须让想挣扎过来，我到回家是不能再见面的，还没办法再见面的。想不到你当我讲，你一旦讲不了回家时，神就能够头头悠悠。我自从我自过来之后，写的阿叔已经让人吃过事，娘家之人已经走脱着，我是孤苦伶仃，富家可归。今日前头妈妈不晓得哪哈活下去，想不到你现在水流之后。为能够让人一代享受荣华富贵，心里想哪哈不激动？个人一激动，就是喉咙里向会得干事，眼里悲时只得夸而吃。这叫我怎么说呢？
许，激动的泪花落胸膛，口里手凉的是君我与为呀，此恩此德永难忘。你对我是个恩，对我是个德，我哪哈来办的呢？我只得习惯这茶里饮喝下去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雷声劝马图报了。哟，你怎么说这话呀？咱们是一家人了，你说这话我见外了，我可要生气的。姊妹俩高头，可是真正呀，讲的才是知心的闲话。那么怕爷爷回转来回答娘以往给你，这一种说法是再新颖的，叫意识了。就是上头娘一王嘛，那个父亲娘一礼貌，两高头要配亲就责。哎呀呀，你妈子！你们要叫我阿姊，我们叫你姐姐，根本弄不清你喂。哎呀，你当然不知哪能有缘分个呀？盼这个姐妹吧。哎，干么好个？那么也不是那多小姐，我们也不是我的小姐。那今年几岁了？你几岁啥？我是熊。奶奶，哎呀，拿这个敲个啥？哎，我也是师兄嘛。这么好个喂，咱是师兄噻，根本呢几月里家？我们6月里。哎呀呀，我也是6月里呀。哎呀，那有我个事几个啥？那么你6月几日啥？我是6月初6。哎呀，给回哟，
咁奶奶，我弄啊弄。哎呀呀，我的两只给我呀，奶奶，多好个，被人家懂得给我给，今朝我的两只给要活了。奶奶啥个时辰了啊？我是四吧。哎呀，根本我毛事。哎呀，我比那小，根本对不起了。爱吃西，我只好叫你买这里。根本总归是那买买赞位。根本我是阿姐的。阿姐呀，根本娘们哎，我俩当然自家人，咱们这才要。怕他这老板过了15载啊！怕他是老板过也大干么？小看这天窗了是2、5载。啊，怕他老板过叫小看天窗。哦哟，我把你发烧高。跟我里面说着，那个新了我个肥家伙。那么我老是当你说，我一旦嘛，是个半个的主人的。那我这个小姐嘛当我娘官。哦。吃我个妈妈长头官。是呀。你有啥事体嘛当我讲表啊？好个好。我们有啥事体嘛，我的小姐把人管噻，听我个闲话管。那小姐是好高，这对我的小姐是好嘞，这像是家姐妹的。哎，那么你的小姐也好管。给年纪比我的小姐大么奶奶，给叫我的小姐叫阿姐管。李上阿姐呢，阿东里向有巧看的呀。啥叫巧看啥？给都前2天嫁一个男人的呀。难道是要叫我的小姐叫阿姐嘛？就是哎，我的小姐嘛，将来不是离个，难道是要叫我将来离个？还是老啊？你一个我听不进了，啥个一个了一个啥？我这个小姐当我这个姑娘们真正要好的哎。哎呦，哎呀，我这个小姐一个，你这个小姐们一个，是两个。我的小姐是老实无意思，但我的少爷是给到自由恋爱。俺晓得自由恋爱是抽恋。啥叫抽恋啥？抽恋也不懂个，那里只新式句子哪能一点也不懂个家？我才不懂个。哎呀，那这下午的头脑子，根本我比那稍微要开放点子。你们这开放个呗？哎，抽恋嘛，就是一个从来分这些男朋友，一个从来分这些女朋友，第一次谈恋爱，一个是叫抽恋。哦，一个是叫抽恋。你哪个有几年个啥？不是我说出来的呀。说出来的。哎，我自家本人是不经验的。你不要客气了，你讲不出没有经验干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是抽恋懂啊，不懂的呀。抽恋嘛，没点管。我只晓得地面不灭地个。也没大没点不是一样的，哦，妹妹两个，弟妹两个为那里只是要办错的那点了。那么你到刚刚你这个小姐好了不好啥？我的小姐当我的个姑爷是盖多里的精密是我真正谁办思想去，谁晓得个？我才晓得个。那么你讲点出来听听嘛。盖多个百花厉害，电视苦了嘛，谁让你个头皮里一般站稳？真的？是认为。我的小姐是当我的个少爷呢，这都是参天盘带的。哦，我的小姐嘛，拉上楼梯天桥吃蹦吃蹦吃蹦蹦，吃蹦吃蹦吃蹦，啥个么子啥吃蹦吃蹦啊？吃嘛，要看板板站，板板头皮我再来吃叫吃蹦吃蹦吃蹦蹦吃蹦吃蹦吃蹦蹦，唱大鼓个呀个，唱大鼓个。你们什么不高兴是咱要我来唱吧？那么顶好的喂啊，唱不好听听的喂。哎呀，我是唱不够那个那乌龙好，我是老毛乌龙菜。不要客气了，跟他听个唱啊。春季里来百花间，雨有香味在天家。盖下都是婚来顶，带牛大头红大啦，夏季里来后花香，第八插水亮又阳，山呀头中风光片，下家办啥个文艺王？哎，你这天老
小爷们这么要三个大本人家做对，给的人家的棉花也是有恋爱花嘞，来盯着还债，不晓得弄个吹来着点包呀，就上到母病所谓么叫我的小爷包债，那么范小爷又把我们流浪帮着帮票费、离婚店把我们得命嘎个呀，就该东西呀，嘿喂，那么。范少爷一把我们叫啥李浪个的小姐嘛，把这个文言我们就是得命那个刘江中呀。那么后来哪呢？小姐们没办法，为这个新郎人范少爷们做好汉子眼里答应我呢，要相信讲。对我，那么也是那么我的少爷，讲到给你倒出来噻。那么买好了哇？我的啥家？哪家？给都办这个呀。翠季里来菊花开，新人重逢喜浓啊对，比比大得细雪啊绿，神经丑了必吃啊对。些弄大概都办着子，说呀都非也比个要个呀，两个的小姐们去干干包子要打来个呀，所以嘛不给加4000块个支票，表示个心情，不晓得范说呀，我当个别子心ใจ呀，啪啦支票嘛抄的哇啦嘛木兰松西。俺们的小姐为这了么不了刘家就一旦别子打了，这学领导的嘛，哎呀好伤心的，还要还给唱了呀，一直唱到司机先生我的小姐眼睛往在白骨里切了，俺们不领奖，你个领导出这些这呀？那么哪啥？俺们给一年都要大意啊，大意。哦呀，都真笑话。都要大意嘛，你再去买一点，这都没好了哎。哎呀，那当然这点啥讲？还是要大意啦。不是要见下个扎朗个大衣呀，不是也衣裳呀。他们都在喊大意呀。哎，叫范少爷叫大衣的呀。哎，给人喊都要喊都要。哎，给人喊大衣呀，大衣给谁是要个大衣，要个新郎人呀。哦。哎，那么等到60天嘛，叫啥给大衣到来噻。冬季里来雪花飞，香为新郎新欢喜，新兵为呀新呀衣，体内家家新吃米。想把这两高头整个伤心嘎，给人不吃给舞蹈这不是大意，这个是他的照片。那么范少爷好高，给我不是照片，我真的人呀，我真的来看你哟。那么给我不相信呀，我摸摸看。侬范少爷带了摸到手了，没给扎了这个手叫啥？哇，可是可来，给我整个我的大衣来着，整个我的大衣来着，两个的包了怎么样呀？你这真的是呀！两个给毛病好在，俺想想看李子奶奶还是西医个咯，心病呀，别要心下来医个呀，经常个整个啥了？我是听啊别听的。啥了？有这种个事体个真。哪能讲？我的小家大姑爷们叫明媚正气、名正言顺，这个丑里，我听啊别听的。你经常吃臭男人了？我当着那哈个，吃崩个。哪能了？那么不被人讲嘛，糟蹋狗个。呀啥叫啥？哎呀，我要一个了狗个嘞。那你吃什么呢？哎呀，上午叫啥拿子？我打你打你脱脱了。还没起来的。我小家大个姑爷们，真正是天人一对嘛，地人一双，一个是发啥个？哎呀，今天来了我个，我一个小的，一个是外朝的无辜呗。你到
到两家头上叽叽喳喳了啦讲，老里向的一个人听见啥人没缝线，缝线立了门外头，哪会得了门外头嘛？因为后里那摆脱着，那么你下午等了房间里没事体。熟悉的一大个路径，一方面来看看黄马大的人了，老里一打，手一大路走过来嘛，前恰到一大房门口。这里都刚刚有全部听见，但现在辰光立马这个一番话讲出来嘛，这个啥自家心想，啪一吹，这个头里向啪，为得一闻，一个刺激手扶两个人调出来，声音哒哒哒哒哒，马上到门口出去，到哪头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是马上西龙台的方向而去。为啥要哭奔西龙台嘛？因为西龙台里向有那个。百花厉害，西龙台里有这个恋爱三部曲，所以是下意识的往中西龙台去，分析到有人等下里来，啥人呢？铁经理怕人等下了西龙台，那么要帮家生风气。上马尾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清平无道。却很不懂我冤枉来后，我一想洁身自爱，从来不走花路。一怕太太吃醋，难得家杀不好；二怕生命狼藉，弄得体面财物；三怕碰上这种铺后，反顾着点杨梅八毒，来特不对，打特耳朵。你也是，你都两个人拿这样想想，谁对反来问我？一问到八百能理侬。就把一个姊妹让她半个丈夫，替我是个12月各种漂亮的港头，弄这个吃亏事体啊！搿么今朝哎呀，该子奉献个面，我来一番假释，搿是显得不风度子。搿种嘛，现在当侪像克拉一样，有档次，都不得文学水样叫黑的。沈小姐。请问沈小姐芳龄？我17岁了。哦，17岁。对了，她是比我们李娜小了3岁啊。啊，李娜是20岁。太太，李娜17岁的时候，哦，李娜3岁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啊？啊？于是这个门里嘛，为啥你提醒你，那别忘记他。李娜3岁辰光，我让英国伦敦集结到，真正要出来，我是打出来个不是这样偏好实在，一来眼睛了胳膊头在，弄个文学儿进来在，好太太开头觉得有点奇怪，夏天男人第一次见面就去问人家去过芳龄，这个是不大礼貌的，有种人反击的呀。现在觉得这男人是那让加深的问个无谓。那么看来我面孔上露出赢了孩子，可是哎呀，显得三高八几讲，眼睛露出相用的及自然的。沈小姐，那么该他们就是那个屋里子啊。李娜呢，因为是读洋囡，从小是义气的嘞，孤单的嘞，那么没办法嘛，养点买了养点狗，一点不想想，不晓得个满狗中上不懂事体个呀，喊起来嘛，蛮喊个他们叼的嘞，喵喵，一个发呆嘛，加上发中上边去，呜，手也抓了龙个呀，哦哟，龙得来唔起想，李娜嘛水浪不里抓噻，那么家浪向嘛。马子嘛，老婆弄得来已经要哭了，这个，所以嘛，已经不一个姊妹让你真正过在一起了羡慕。哎呀，可能啊，现在有自家个美好里嘛，配上，我喜欢嘛。那么这还答应呢，了实在，所以要努力接近那么事情才到爷娘讲下个。今朝老夫妻高高兴兴，我要准备团圆要饭，可是我要见面的了。现在这个叫。不去见面的了，不是一张红包哦，啥个？好，你那该啥？你身上想还有啥？一样对待，不两样的。不晓得你都给他讲得蛮难嘛了。唯有给房间里向2个娘姨，哎呦，对得热络得来。这上人娘有往往叫外州人呀。一些人光3个白高，我对人家一个白个不来个呀。哎呀，李妈姐，还是李干才人有个房间家。李妈是个负心人，那么负心的人，像我这个要死人点多，上上你们特别活络，特别聪明。你倒当心啊，该句是磨皮啊！
搿啥时娘说是讲会讲闲话讲，你棒子头呀！哎呀，侪是你死讲。现在领到一只房间里向，我比我搭里高一上，一只房间不来难个了。哦，你也是推上来着。王妈姐姐，不敢当不能，哪能叫我阿姐家？那么你快点比我头嘛，怎么叫你姐姐乖？哎呀，快点头嘛，不等于年纪头呀。一只房间嘛是不来你个？一只房间是我个噻。哎，不去你也称心了，不称心了。好两吃。那么。我到大你也蛮谈得拢个呢。哎喂，我哩才是伤心这样子。哎，你是上德，你是一国两香个，刮了送菜。哎喂，走嘛。走呢。你可，称心了，好过，绝对好过。一个子单单呢要落回来。哎呀，我哩没太白的呢，你的将军府是还要好多哎。哎呀，我哩将军府嘛，唔去得里浪比个呀。哎，你这个小家们呀，真好福气。你呀，报道这都好多哎！哎喂，我是对我的小姐好讲，我开心挖头长个。那么都吃你个妈妈长头乖？不是讲，俺们叫啥呢？李妈子，李个么叫男的小姐惠州人，但那家人光嘛，湖南么是个男嘛，湖南么是我的小姐个男嘛，其实那里个男嘛嘛是张家日后，我里个男嘛是大姓的。那还大姓个啥？挖的呀！你哪妈没啥个挖的啥哈？你其实不该吃个奶家，要么医院里向个服侍个人光不该吃个牛奶。哦，分吃过个？不是个呀，开始单讲我个香港了，所以定会讲我是个奶妈个呀。哎，难道小姐么好吃噻？我的小姐是苦吃。来听众在听的丰仁医院10号沈梦溪濒临死亡者，因为杀大里经过一场洪灾，沈梦溪身受刺激，个神经病的害灾。别个挨个比方呢，不能太广，这个太高太结棍，后杀的还神经病就是。但是你这个心力衰竭，已经导致死亡的边缘。眼快的桂瑞峰父女2家人放弃工，经营强军，努力从死人水中得口来。上日娘与王妈忠心耿耿，经过了精心的护理，几个月下来，奉系身体全部康复，但是新的矛盾也产生了。风神有里不接受呢，这样的毛病还值得来给他做啥？那也吃药在。沈梦溪昨日富家可贵，跟人落日的落得起你，加上后里呢挺身而出，到我里去。将来我当然我女人王公是一副，总归3个不为家是谁？我里向一个多养奴，爷娘们还结果上一起了什么？根本来当我一台走起子吧，花起你2个人面孔生得一式一样的。所以今朝后里呢，我奉系从医院里向接出来，回到屋里向，我里领到爷娘房间里，爸爸妈妈，这就是我跟你经常说的，给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沈凤喜，你们倒看看像不像啊？像啊！侯杰生一口，哎呦，但是你这样个2个人。你们眼睛不对直播欧过生得一式一样，身上个行头也是一样，真的见到2人一道进来。假使说单独进来，我说的要认错的当时是个男的呀。哎，只是听说呀，不过今天是亲眼看见的，真像，呵呵，像啊，太像了。哎，我说太太，你看看像不像啊？啊，不对哇。一口自家胡太太这面孔不大活络些，胡太太该星光，手上面衣中于怒吼，不开口治国小衣服，眼睛不看东西，目光对准上头。比如嘿，这2个人面孔是讲相像，阿为的是难，他让外头出个来后。侯杰生叫声呀，难呀！给哪能有啥个资格用啥拿马家？用得起这拿马不为是个能苦在位。啊！哎，新光，
我的现在不知阿领导到房间里向去的哇。开个站，是个啦。哎，咁么男的少一些，娘到底去到房里去讲讲的哇。哎喂，搿到房间里向有讲有说，搿么男大男么呀两家头有讲有说。蛮好的，蛮好的。你们一对老姐妹，搿种一对小姊妹，蛮好，蛮好，蛮好。是咯啊，就说两家头的确让房间里向讲得来，还是积积融融，侪是带点知心闲话。因为奉献呢势力大胜，想不到今朝位于时间一日。后里那大里安排的通通切切。凤喜，何小姐，你怎么又叫我何小姐了呀？应该叫你小姐嘛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可不依你啊。还是叫我名字。应该叫你小姐，我不敢当了。你再这么说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丽娜，哎，哎，你看呐。我爸爸妈妈多么喜欢你！你看这个房间，给你准备的啊，这颜色，这家具，你看合适吗？是为我准备的。是啊，收了说法里，听你讲为我准备的，那么细细带带看看着。这只房间说是为我准备的，这个人要眼疼，富丽堂皇。相对来讲，四面侪是个相布哈，家具是做落实的，电灯、台灯，八十个女性嘛为空调了，一天热不上，两天冷不上。哎呀，说实干还发讲，那么样样侪提高。这上是上，长是长，平是平，旁是旁，我是我，俺是俺，喷是喷，香是香，平旁喷香，最深无疑。那么的非而不得。那有些家曾经当我讲过，你两家头家是儿女媳妇，我总想搿点名已经是写得来的，势力大胜。我让希望的必须让想挣扎过来，我的回家是不能再见面的，还没办法再见面的。想不到你当我讲，你一旦讲不了回家时，神就能够头头悠悠。我自从我自过来之后，写的阿叔已经让人吃过死，娘家之人已经追脱着，我是孤苦伶仃，富家可归。今日写到孩子还实在，哎呀，你再或者据说啊，给得你一说你经过刚孩子。我跟你讲一下，你拿福建那个种药娘认得个药，这个药不是中药，这个药是啥是给的个药。哎，我说凤姐，你怎么不叫爸爸妈妈呀？这个叫啊！凤喜受了啦，面孔长得凶，对神的一句闲话不笨。听后里那讲，一讲我就要了娘。那么还是自家不承认并不，搿为点啥不想不肯接应一声，有一种自卑感。我是晓得两人，一个马场的姑娘，屋里向一贫如洗，挨到屋里向实干个好，实干个气派，而且有一定的文学修养，像我实干个人更配不上。只不过实在因为嘛，所以对人的不肯想。现在不露些家实干必来，而且是出于真人，是告诉我再不接应说法，他也不尽神情。那么暗暗对比跟立起身来，最得两家的门前们深深一个鞠躬。爹娘叫掉，哈哈！后来夫妻听说见这个一上去，还是真叫恶心了。这个父亲当着新娘的礼花，啊都开的呀。啥个道理？因为后里那实在洋炮不够。哎，一到要是还有像在屋里这样飞得来着，飞过去着，不琢磨定个。我告你接起人来，爸爸妈妈有人讲爸妈，有人讲爸弟妈咪，在我个洋炮。那今朝顺风是大大滴滴的一句托我爹娘的北风味，实实在在的。哎呀，不敢当，我们又多了一个女儿了啊！
哎呀呀，真正难为人，我都不要分通，一人人做着娘子。哎呀，哎呦，难看娘，反扑难为人呀！你那来这当我刚个在，深度两高头面孔上的一色一样，整个像双胞胎呀，还是一根奇迹啊！是吧？那么还该啊，那有啥困难不经过他娘刚还在啊？那讲呢，从前出身嘛蛮苦，分享就是说家庭的温暖，啊是。那么所以现在人光么不那个补偿呀，啊是。谢谢妈。哎，这个一来是老夫妻俩搞的，真的蛮开心，说个道理，能人心不够。这四面才是个相补哈，高就是做了是个点灯台灯。八十英语情绪嘛，为空调了，一天也不上，两天懒不上。哎呀，说实干还发讲，那么样样侪提高，这上是上，长是长，平是平，棒是棒，我是我，硬是硬，喷是喷，香是香，乒乓喷香，最深无情，那么的反而不对。那有些家曾经当我讲过，你两高头叫是儿女师傅，我总想个点名已经是写得来的势力大胜，而让希望的必须让想挣扎过来，我的回家是不能再见面的，还没办法再见面的。想不到你当我讲，你一旦搞不了回家时，神就能够头头悠悠。我自从我自过来之后，写的阿叔。已经让人吃过死，娘家之人已经走脱着，我是孤苦伶仃，富家可归。今日前头妈妈不晓得哪哈活下去，想不到你现在水里之我，为能够让人爱得享受荣华富贵，心里想哪哈不激动？个人一激动，就是喉咙里向会得干事。眼里悲是只得夸而吃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我是喜吃是激动的泪花落胸膛，口里
再见。来听众在听得丰人已有时候沈梦溪濒临死亡者，因为杀大里经过一场洪灾，沈梦溪身受刺激，个神经病的害灾。别个挨个比方呢，不能太广，这个太高太结棍，后杀杀的还神经病就是。但是你这个心力衰竭，已经导致死亡的边缘。幸亏的桂瑞峰父女两家人放弃功，经营强军，努力从死人水中得口来。上人家与王妈忠心耿耿，经过了精心的护理，嘿嘿，几个月下来，奉献身体，全部康复。但是新的矛盾也产生了。风人有的不接受呢，这样的毛病孩子都来给他做啥？那也吃药在。沈梦溪昨日富家可贵，跟人落日的落得起你。加上后里那挺身而出，到我里去。将来我等来我女人王公是一副，总归三个不为家是谁？我屋里向一个多养奴，爷娘们还结果上一起了什么？根本来当我一台走起子吧。花起你两个人面孔生得一式一样的。所以今朝后里呢，拿缝隙从医院里向接出来，回到屋里向，拿里领到爷娘房间里。爸爸妈妈，这就是我跟你经常说的，给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沈凤喜，你们倒看看像不像啊？啊，像啊！侯杰生一口，哎呦，但是你这样的，两个人。你们眼睛不对直播欧过生得一式一样，身上个行头也是一样，真的见到两人一道进来。假使说单独进来，我说的要认错的当时是个男的呀。哎，只是听说呀，不过今天是亲眼看见的，真像，呵呵，像啊像啊，太像了。哎，我说太太，你看看像不像啊？啊，不对哇。一口自家胡太太这面孔发到活络香，胡太太改星光，手上面衣中有怒红，不开口治国小衣服，眼睛不看缝隙，目光对准上头。比如嘿，这两个人面孔是讲相像，阿为的是难，他让外头插个来后，后杰生解决，很不懂得冤枉来后。我一想洁身自爱，从来不走花路，一怕太太吃醋，难得家杀不好，二怕生命狼藉，弄得体面财物，三怕碰上这种铺后，反顾着点杨梅不动，来他不对，打他耳朵。那也是你都两个人拿着个想想，谁带饭来问我？一问到800人里头。就把一个姊妹让她半个丈夫，替我是个12月各种漂亮的港头，弄这个吃亏事体啊！那么今朝，哎呀，该子缝隙个米，我来一番假释，这是显得不风度子。这种嘛，现在当山上克拉一样，有档次，都不得分月虽然叫好的。沈小姐。请问沈小姐芳龄？我17岁了。哦，17岁。对了，她是比我们李娜小了3岁啊。啊，李娜是20岁。太太，李娜17岁的时候，哦，李娜3岁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呀？啊？于是这个门里嘛，为啥你提醒你，那别忘记他。今朝老夫妻高高兴兴，我要准备团圆要饭，可是我要见面的了。现在这个家不去见面的了，不是一张红包啊，啥个？好，你那干啥？你身上想还有啥？一样对待，不两样的。不晓得你都给他讲得蛮难嘛了。为原给房间一想2个娘姨，哎呦，对得你落得来，给上主娘有往往叫外州人呀。一些人光三个白高，我对人家一个白狗来给
呀，李妈姐，俺这李干才是我个房干家。李妈是个负心人，那么负心的人，像我这个也是人的多，上说你们特别活络，特别聪明。你倒当心啊，该句是毛屁啊！可上说你说是讲会讲闲话讲，你棒子头呀！哎呀，谁是你师哥？现在领到一只房间里向，我不过带你讲一声，一只房间不能那个了，我一定也是推上来着。王妈姐姐，不敢当不能，哪能叫我阿姐家？那么你快点比我头嘛，怎么叫你姐姐乖？哎呀，快点头嘛，不等于年纪头呀。一只房间嘛是不能你干。这房间是我个噻。哎，不是你也诚心了，不诚心好了。两吃。那么，我到大你也蛮谈得拢个呢。哎喂喂，我的才是伤心这个人。哎，你是上德，你是一国两香个。刮了送菜，哎喂，走嘛走嘛，走呢走呢。你可诚心了，不好过诚心好过，绝对好过。一个子单单呢要落回来。哎呀，我的么太白点呢，你的将军府是还要好多哎。呀，我的将军府嘛，你去到里上比个呀。哎，你这个小家们呀，真正好福气，你呀报道子都好多哎。哎喂，我是对我的小家好讲，我开心挖头长个。那么都吃你个妈妈长头乖。不是讲，俺们叫啥呢？李妈子，李根本叫南都小家惠州人，但那家人人光嘛，湖南嘛是这个南妈，湖南嘛是我的小家的南妈，其实那里个南妈嘛是张家日后，我里个南妈是大姓的。那还大姓个啥？哇对呀，你南妈没啥个话对啥哈？我其实不该吃个奶奶家。要么医院里向我服侍个人光不该吃个牛奶。哦，分吃过个。不是个呀，开始单讲我个香港了，所以定会讲我是个奶妈的呀。哎，那都小家么好吃噻，我的小家是苦吃噻呀。那苦吃身上。看哪能有啥个资格用啥奶妈家，用得起这奶妈不会是个能苦在位。哦，哎，小辰光，我的小家不知阿领导到房间里向去的哇。开个在，是个啦。哎，咁么男人到少一些，两头里去到房里去讲讲的哇。哎喂，搿到房间里向有讲有说，咁么我大奶们也两家头有讲有说。蛮好的，蛮好的。我们一对老姐妹，搿种一对小姊妹。蛮好，蛮好，蛮好。是咯啊，就说两家头的确让房间里向讲得来，还是节节融融，才是带点知心闲话。因为奉献呢，势力大深，想不到今朝为于是讲一日。后里那大里安排的通通切切。凤姐，何小姐，你怎么又叫我何小姐了呀？应该叫你小姐嘛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可不依你啊。还是叫我名字。应该叫你小姐，我不敢当了。你再这么说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丽娜，哎，哎，你看呐。我爸爸妈妈多么喜欢你！你看这个房间，给你准备的啊，这颜色，这家具，你看合适吗？是为我准备的。是啊，收了说法里，听你讲为我准备的，那么细细带带看看着。这只房间啥是为我准备的？这个人要眼疼，富丽堂皇。相对来讲，一家是名，生死永绝两茫。手量的事，君我与为
自家恩，对我自家的德，我哪哈来办他呢？我只得习归这茶里饮。何小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雷声劝马图报了。哟，你怎么说这话呀？咱们是一家人了，你说这话说见外了，我可要生气的。姊妹俩高头，可是真正呀，讲的才是知心的闲话。那么怕爷爷为主来为的娘以往给你，这一种说法是再新颖的，叫意识了。就是上头娘以王嘛，那个父亲娘以礼貌两高头要配亲主子。哎呀呀，你妈子，你们要叫我阿姊，我们叫你姐姐，根本弄不清你喂。哎呀，你当然不知哪能有缘分个呀？盼这个姐妹吧。哎，干么好过？那么也不是那多小姐，我们也不是我的小姐。那今年几岁了？你几岁啥？我是兄。奶奶，哎呀，那这个巧个啥？哎，我也是师兄嘛。这么好个喂，咱是师兄噻。这么难几月里家？我们6月里。哎呀呀，我也是6月里呀。哎呀，那有我个事体个啥？那么你6月几日啥？我是6月初6。哎呀，给回哟。这么奶奶？哎，我6月6。哎呀呀，我的两只给我呀，奶奶，多好个！把人家这么给我给，今朝我的两只给我回来啊。奶奶啥个时辰了啊？我是4日吧。哎呀，根本我毛事。哎呀，我比那小。根本对不起了。哎，确实。我只好叫你妹子了。根本总归是那妹妹在位。根本我是阿姊的。阿姊呀，根本两个哎，我俩当然是家人，咱们这才要。他这老板过了15载日啊。他这老板过了15载。小开这天长了是2、5载。啊，怕他老板过叫小开天长。哦哟，我把你发死个。跟你们这那个新闻那个非在哇。那么我老是打你说，我一打嘛是个半个的主人的。那我这个小姐们当娘官。哦。吃我个妈妈长头官。是呀。你有啥事体嘛打我讲表啊？好个好。我们有啥事体嘛，我的小姐把人管噻，听我个闲话管。那小姐是好高，这对我的小姐是好嘞，这像是个姊妹的。哎，那么你的小姐也好管。给年纪比我的小姐大么呢？给叫我的小姐叫阿姊管。李上阿姊呢，阿东里向有巧看的呀。啥叫巧看啥？给都前2天嫁一个男人的呀。难道是叫我的小姐叫阿姊嘛？就是哎，我的。李那3辰光，我让英国伦敦集结到，真正要出来，我是打出来个不是15片好实在，也来眼睛了干不对在，弄个文学儿进来在，啊！好他开的过来的奇怪，夏天男人第一次见面就去问人家去过芳龄，这个是不到礼貌关，有种人反击的呀。哦，现在觉得这男人是那让假生的问个无谓。那么看来我面孔上露子赢了孩子，可是哎呀，写的三高包几家，眼睛露出三用不及自然的。沈小姐，那么该他们就是那个屋里子啊。李娜呢，因为是读洋农，从小是义气的嘞，孤单的嘞。那么没办法嘛，洋店买了洋店，狗一代不想想。不晓得个满管中上不懂事体个呀，喊起来嘛，蛮喊个他那叼的嘞，喵喵，一个发呆嘛，介绍发中上边去，呜，手也抓了龙个呀，哦哟，龙得了唔起想，李娜嘛水浪不里招噻，那么家老乡嘛。马子嘛，老婆弄得来已经要哭了这个，所以嘛，已经不一个姊妹让你真正过在一起了羡慕。哎呀，可能现在有自家个妹子是很实在。哎呀，那天过到据说啊，给的那夜上的经过刚孩子，我跟你nói一下，你拿福建那个种药娘认得个药，这个药不是中药，这个药是啥是给的个药？哎，我说凤姐。你怎么不叫爸爸妈妈呀？这个叫啊！凤喜受了啦，面孔长得凶，对人当一句话唔不。听后里那
讲也叫我家要了娘，那么还是自家不承认并不。搿为的啥不想不肯接应一声嘛，有一种自卑感。我是晓得伢人，一个马场的姑娘，屋里向一贫如洗，挨到屋里向自家的好，自家的气派，而且有一定的文学修养，像我自家的人更配不上。只不过是实在因为嘛，所以对人的不肯想。现在不露些家自家必来，而且是出于真人，是告诉我再不接应说法，他也不尽神情。那么暗暗对比跟立起身来，最得两家的门前们深深一个鞠躬。爹娘就掉，哈哈！后来夫妻听说见这个一上街是真叫恶心了，这个父亲当着新娘的梨花啊都开的呀。啥个道理？因为后里那实在养跑不够。哎，一到要是还有像在屋里这样飞得来着，飞过去着，不琢磨定个。我告你接起人来，爸爸妈妈有人讲爸妈，有人讲 baby 妈咪，在我个养跑。那今朝顺风是大大滴滴的一句托我爹娘的北风味，实实在在的。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们又多了一个女儿了啊！哎呀呀，真正难为人，我都不要分痛，一人人做着娘子。哎呀，哎呦，难看娘，反扑难为人呀！你那来着当我刚个在，身都两高头们面孔上的一色一样，整个像双胞胎呀，还是一根奇迹啊！是吧？那么好的啊，那有啥困难不经过他娘讲还在啊？那讲呢，从前出身嘛蛮苦，分享就是说家庭的温暖啊。那么所以现在人光么不那个补偿呀，谢谢妈。哎，这个一来是老夫妻俩高头的，真的蛮开心。说个道理，能人心不够，这样后里嘛配上，我喜欢嘛。那么这还答应来，阿拉实在，所以要努力接近那么事情才到爷娘讲下。